来看即个在台北市发生随机攻击的事件，互大家呢拢真惊吓。刑事局是指出讲，最近伫社群平台已经出现模仿的效应，短短3天以来已经掌握到71个相关的言论，而且嘛抓到8个嫌犯。这当中呢有2个已经互法院甲裁定收押。这司法部也来通知各大平台，若准有发现这相关的言论，一定要随落价处理，而且会用 AI 系统随时监控。 前几日啦，有网友伫咧社群平台发文讲，周文定这拢是伊成立的专案小组，佮讲要攻击小港机场，不当言论的代志，毋拿一件。伫22下晡，佮有民众大文预告讲，下晡1点半要甲台北捷运崩掉，引起惊吓。警政署指出，伫咧台北市随机攻击事件了后，就出现真侪模仿的效应，敢若3天就掌握71个相关的言论，并且抓到8个嫌犯。 阮会透过全国的各地警察机关去掌握在网络上这不实的言论，不如检察官开股票。阮的依照嫌犯会强悍碰撞的安全罪来带移上法办。 警政署也提醒真侪人，就是讲用藏名的方式去留话，或者是发文了后赶紧删除，警察就抓袂到。其实这拢会留落来相关的记录和所谓卡件，因拢会追查到底。毋但是警政署司法部也表示，政府拢会通知平台爱摕落来，而且现在各大平台随时拢有 AI 监控，留话得随互人掌握。 各个平台都有他们的社群守则。如果是透过社群守则的话，他们通常会用 AI 的方式，然后也会用自动化的方式，先一旦侦测到有疑似这种制造恐慌或者是不当的言论，他们就会降低触及。警政署呼吁莫散布恐吓的言论，嘛莫看到相关的大文就要转传，第一时间先截图，马上向附近的警察机关报案。关键期间，大家互相斗3工，做伙守护社会安全。记者陈亚轩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